出一步，夢想由此起步。啟發創意思維，擁抱多元文化。跨學科學習推動人文關懷，唔同範疇嘅知識我都可以融會貫通。緊貼市場脈搏，掌握行業同科技革新帶嚟嘅機遇，結合知識同實戰經驗，作出明智嘅管理決策。創新加專業，理論加實踐，實現夢想由呢度起步。香港恒生大學。